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流行感冒公费的预防车今仔日开始做咯。都惊秋冬新冠病毒甲流感的疫情会同时来夹杀，医生才来呼吁着民众，今年一定要去做流行感冒的预防车。今年会当做公费的对象，甲往年同款。除了国小到高中职的学生会当伫学校集体来注射之外，其他公费的对象会当载着健保卡到合约的院所去做。嘛要建议咱的乡亲时代要去做进前，上好先打电话去做文，安尼才唔免等上久。打完之后呢，都不可以来。开始做流行感冒预防车，透早台北市联合病院人是有够多，未少老大人是逐年拢来，为是阿某做伙来，为是母仔囝做伙来，因真有经验。年纪大了，抵抗力弱啊，65岁以上啊。对长者都健康都有益，然后刚好今天也有时间带妈妈来。不过对翁仔来讲是头一摆。今年流行感冒预防车无分批，统一伫个10月初5，也就是今日开始做。做的对象同款是50岁以上的大人、慢性病、罕见疾病、甲重大伤病患者，满6个月入学前的翁婴仔。有身的负责人，也是讲6个月以来翁婴的爸母，长照机构人员等有9类。除了国小到高中职的学生会用伫学校集体注射以外，其他公费对象会使载健保卡去合约院所注射。另外提醒50岁到64岁的人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。因为它这个族群非常的大，接种率当然是会比较低一点。那我们呼吁，这个族群的民众还是应该要出来施打。连卫生部长陈时中嘛来做，会使提高免疫力，对抗秋冬再起的流行感冒加新型冠状病毒。那先打一个疫苗，把流感的可能性降到比较低，那这样对 COVID-19 就比较不会同时两病齐发，增加我们诊断跟治疗的困难。今年公费流行感冒疫苗总共3间厂商提供，拢是4剂疫苗。一般开始做的前2礼拜，人会较侪，建议乡亲先用电话去注文，安会使分散人潮，免讲时到爱搁排练。